歡迎收睇 DeepMind Pro，我係 Ben。今日同大家深入探討一個比較實質嘅議題，就係點樣改善你 AI agent 嘅工作流程。好多人雖然已經開始接觸 AI，但係發現工作量並冇明顯減少，每日仲係處理緊大量重複性嘅作業。其實關鍵在於你係將 AI 視為一個簡單嘅對話機械人，定係一個具備學習能力嘅代理人，即係我哋所講嘅 AI agent。今日我會詳細講解點樣建立一個自動化嘅工作架構啦，特別係一個好多人會忽略嘅核心概念咧。我哋先由管理講起，好多初學者係使用 AI agent 嘅時候，往往會陷入一個誤區，就係過度微觀管理。你會好詳細咁規定第一步要做咩，第二步要做咩，好驚個 agent 會行錯路咯。但係實際上，根據開發經驗同官方建議，更有效嘅做法係目標導向管理。你可以將 AI agent 咧想像成一個具備高度專業知識嘅經理人啊。你只需要清晰定義最終嘅目標、交付標準同埋限制條件，而唔係去教佢點樣操作細節。如果你連每一個基本動作都要介入，咁 agent 存在嘅自動化價值咧就會大幅降低。咁你應該俾佢空間去嘗試，容許佢喺執行過程中進行自我修正。喺呢個嘗試嘅過程中咧，agent 難免會出現偏差或者錯誤啊。好多人一見到結果唔理想咧，就會習慣性咁刪除對話或者直接開一個新嘅 session。其實咁樣做係嘥緊好珍貴嘅優化數據。嗰啲撞板嘅過程咧，其實係系統喺度定位正確路徑嘅必要階段。當 agent 咧經過幾次修正，最後達成你要求嘅標準時咧，嗰個成功嘅執行路徑就係最重要嘅資產咧。呢度就引申到今日最核心嘅技術觀念 skills 嚇。點解我哋唔建議隨便重啟對話咧？因為當 agent 成功完成一個複雜任務咧，佢就已經係當前嘅環境入邊建立咗一套工作流程。如果你識得喺呢個時間點要求系統將呢次成功嘅經驗記錄落嚟，佢就會將呢啲邏輯儲存成為一個 skill。下次你再交託同類任務嘅時候咧，佢就唔需要再重新探索咧，而係直接調用呢個已經驗證過嘅技能。咁呢種做法咧，本質上係幫 AI 建立一種程序性記憶。從技術層面嚟睇咧，呢啲運行狀態同學習記錄咧，係會儲存喺一個名為 StateDB 嘅狀態資料庫入邊啊，係你同 agent 建立默契嘅初期。系統嘅記憶過濾功能未必係最精準嘅，佢就好似一個啱啱入職嘅新人，雖然有記低嘢，但係未必分得清邊啲先係關鍵。所以我哋對 prompt 即係提示詞嘅要求咧，應該係標準明確，而唔係步驟繁瑣。你唔需要教佢點樣寫每一句説話，但係你要明確話俾佢聽你嘅目的、受眾對象，以及需要參考邊啲品牌指南或者技術標準。當目標框架清晰嘅時候，大型語言模型嘅推理能力先至可以得到最大程度嘅發揮。為咗進一步提升效率，我建議大家使用一啲管理工具，例如 Prompt Parrot 啊，呢類工具可以幫你系統化撳管理嗰啲經過測試啊、效果良好嘅提示詞模板。既然我哋每日同 AI 溝通嘅時間越嚟越長啦，將溝通語言標準化同庫存化咧，係幫自己節省時間嘅必要手段。講到實戰嘅數據監控，大家可以喺 Terminal 入邊執行 Hermes Dashboard 呢個指令咧，係彈出嚟嘅界面入邊有一個 Analysis 頁面啊，呢度記錄咗 Agent 運作嘅各項指標。一個專業嘅使用者應該要關注 skills 嘅調用頻率。如果你發現自己處理咗好多任務，但係 skills 嘅使用次數依然好低，呢個數據其實係反映緊一個問題，你個工作流程未被有效標準化啦。即使任務完成咗，過程入邊可能消耗咗過多嘅 token，即係運算資源，而且執行路徑每次都唔同咧，咁樣係好難實現長遠嘅自動化。你可能會話我已經建立咗好多 skills，但係偏偏 AI agent 好多時都冇去用。其實原因就係當你喺未有默契之前，佢好多時都唔會記得用 skills。解決辦法就係你自己係要做相關工作之前就
同 agent 講到明要用某一個 skills 去執行。我諗睇幾個對管理 agent 大佬非常關鍵嘅指令。咁首先係compress 指令啦。當一個對話變得非常長啦，上下文嘅資訊量會變得好臃腫，係影響推理嘅準確度同埋反應速度。完成咗一個階段性嘅任務之後咧，手動執行壓縮可以幫系統精簡資訊，維持效能。但係要留意咧，過度壓縮咧可能會導致部分細節流失，所以建議咧係銜接新任務嘅空檔咧先至使用嘅。其次係溜指令。呢個指令唔單止係重啟對話咁簡單，係執行 new 之前，你應該輸入一段總結性嘅提示詞，咁要求 agent 將目前嘅工作精華、成功嘅邏輯同埋特定嘅編號，轉化為 skills 存放喺資料庫入邊。咁樣，當你開啟一個新嘅 session 嗰陣咧，agent 雖然係以一個清爽嘅狀態開始咧，但係佢依然繼承咗之前學到嘅專業技術。第三係 title 同 model。title 係為咗建立清晰嘅檔案索引，方便日後檢索同埋俾 agent 進行上下文關聯。model 咧即係根據任務嘅複雜程度，即時切換唔同嘅邏輯引擎咧，以達到成本同埋效率之間嘅平衡。咁另外咧係 config.yaml 嘅檔案入邊咧，你可以預設唔同嘅 personality 設定，你可以根據任務性質預先定義好 agent 係扮演一個嚴謹嘅工程師，一個創意文案經理，仲係一個數據分析師，係透過指令切換性格，可以令 agent 嘅語氣同思考模型啊，係即時對標你嘅需求。最後咧，我想提及一個進階指令 YOLO 啦。呢個指令係代表 You Only Live Once。佢個功能咧係跳過系統所有嘅安全確認步驟，係處理一啲需要頻繁執行指令碼或者檔案操作嘅自動化任務時，YOLO 可以大幅提升流暢度啦。但係對於初學者嚟講咧，呢個指令係有一定風險嘅，因為佢會直接執行所有具備潛在風險嘅動作啊，建議係完全掌握工作流程之後先考慮使用。總結今日嘅分享，要真正將 AI agent 轉化為你嘅自動化生產力，重點唔係盲目追求最新嘅模型，而係要建立一套科學嘅管理思維，透過明確嘅目標、系統化嘅 skills 積累以及精準嘅指令控制，你先可以令到 AI 真正具備專業嘅工作能力。當你係 dashboard 睇到 skills 使用率不斷提高，就代表你已經成功建立咗一套屬於自己嘅自動化部隊。今日嘅內容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啲關於 AI agent 嘅邏輯對你有啟發，歡迎訂閱 DeepMind Pro。我係 Ben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